从台北市的数据看起来，你知道吗？只要大家停止不动，活性下降，你知道吗？这显然是这个战术是有效的。事实上，我们从14号开始在过去这5天呢，包括今天14号的时候我们的快筛站阳性率是11%，15号的时候是9.7%，16号是10%，但是到昨天的时候，它已经开始降到7.9%了。那今天做到现在是4.7%。从台北市的数据看起来，你知道吗？只要大家停止不动，活性下降，你知道吗？这显然是这个战术是有效的。台北市所有的大型医院只有2个选择，一个是成立院内的专责防疫病房，这第一点；第二点，如果你没有成立专责防疫病房，你就提供一定的比例的医护人力，供我们台北市政府调度去那些检疫所或是防疫旅馆去服务。那么疫苗所有现在中央给台北市的疫苗，我们会做管制，我们一定要给那个防疫有关的人员第一优先。从现在开始，你知道疫苗的施打由台北市卫生局全部来控制。那么，为了降低群聚感染的这样的风险来维护学校学生、师生的健康跟学习的权益，那经过整体的评估，那么从5月19，从明天开始到5月28，我们全国各级学校，包含公私立幼儿园，就停止到校上课，那么改采以居家线上学习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时间里面的相关的课程。那儿童照顾中心及补习班，我们也会同步的来请学生停止前往，以在家学习或休息为原则，这段时间就不到照顾中心及补习班。那么在这个阶段里面，大专校院及高中以下的学生，我们是改采线上教学的方式来进行，线上教学也视同正式的课程。暑假这个期间就不再另行做补课这样的一个前提来进行这个课程。我还是在强调在原来在去年的这段时间之前，我们的病例都非常的少，非常的少，那社区基本上是安全的。那我们现在要来抗疫，就是要让这些已存在的、已发生的，我们赶快把它找出来。那越快速，那就越不会往外传，是少接触，尽量就不要外出，不要去聚会，然后口罩一定要戴好，随时有让高度的一个警觉。那只要大家都能够维持这样子，那我们尽速的把这些病例找出来，那尽速就有可能让这个整个的传播的情况是往下降。也顺便提醒一下，当然在前一段时间，这都很难免的。我每一次出去要照相，大家也都跟我讲，就是说部长把口罩先拿下来一下，有人就说那球都看不到这种都很多，很难免的。但是现在情势，我说现在的情势已经不同了，现在情势已经不同了。把口罩戴掉才是礼貌了，才是礼貌。而且我真的从以前我都认为，大部分都戴口罩比没有戴口罩要好看好，那安迪勇士稍微说明一下，有戴口罩才是礼貌，照相的时候也不要脱下来